后来，过来是啥物代志？和这个台北市长郭文铁伫个市政会议起价来转倒咧。原来是有一间承包着光恒清洁的公司，2年前去互民众来掠包，用旧相片诈领着7500万去互起诉。想袂到，共这个厂商伫个今年阁摕到新标案，郭文铁是大发雷霆转倒来抢这个政风处长。啊，讲有一个女同仁因为安尼当场流下目屎。台北市长郭文铁搁一摆转倒啊！即摆是因为一位包商2019年承包网家公园摒扫的工程，互民众检举环境摒扫前后的相片是假的，甲市府诈领1500万，互检方伊早起做起诉5万块交保。想袂到包商搁摕到新的标案，去甲郭文铁伫市政会议问政风处长陈凤良是安怎袂限制厂商的资格，搁抢甲我理念袂下，摒的女同事嘛红美甲哭。最有利标跟最低价格标的区隔，说他没有3审定验，你不能说他是有罪的，对不对？在此之间，我们没有权利，政府不能说你就不能来投标，所以我想这是依照采购法的规定在。管理业务的副市长潘振兴跳出来讲话，就是无希望让市民有无好的形象。面对完标案的争议，郭文铁来到台北科技大学视察人行道的工程，敢会当协助东区成功转型嘛，受到质疑。因为电商兴起，你知道吗？实体店面的运作模式要改变，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像西门町，它是专门做青少年生意的。脾气发了，要是来解决问题，就看郭文铁剩无2年的任期，会使展现偌济施政的决心。